要生產足夠嘅糧食，供應俾國民絕對唔係一件易事。中國只有20億畝耕地，要守住國家糧食供應嘅安全底線，並保證糧食質素以及提升生產量，係非常艱巨嘅任務。有雜交水稻之父稱嘅袁隆平，一生就為令到中國人都吃到飽飯而奮鬥。由上世紀50年代開始，袁隆平就專注於農學研究。響60年代，佢偶然響田裏發現咗一株鶴立雞群嘅天然雜交水稻，為證實雜交水稻比傳統水稻有更高嘅產量，於是開始對雜交水稻進行培植以及研究。經過反覆試驗同論證，花咗近10年嘅時間，終於響雜交水稻研究揾到突破口。1971年，袁隆平嘅助手揾到一株花粉敗育嘅雄性不育野生稻野敗，成為雜交稻嘅第一個母本。再經過不斷努力，袁隆平成功培育咗幾萬株野敗，並證實佢產量能夠明顯提高。1973年，袁隆平宣布響雜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。1976年起開始響全國應用以及投入生產。雜交水稻嘅成功，令中國嘅水稻產量大幅度提升。據了解，雜交稻嘅畝產量比非雜交品種高出2成以上，對中國嘅糧食生產帶嚟重大嘅轉變。此外，袁隆平同佢嘅團隊亦將成果輸出國際，佢哋向印度、馬達加斯加、利比里亞、尼日利亞等南亞同非洲國家農民傳授雜交水稻嘅種植技術，使得世界各地嘅水稻產量得以提高。中國嘅雜交水稻更有東方魔稻嘅美譽。袁隆平一生嘅努力，養活嘅唔單止係中國人，更令全世界遠離飢餓。佢研發雜交水稻，維護咗全球嘅糧食安全，對人類作出咗莫大嘅貢獻。